我认准的事情，就会执着。听说你不缺女人，我也听说了，你不仅不缺女人，连男人也不缺，是吧？什么都不缺。我告诉你，离婚协议书上我没有签字，所以按法律，她还是我的。麦克，你听好了，我没有想要占据她的意思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她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我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去照顾好她。不管到最后她选择了谁，我想的是怎么样去保护她和我的孩子。你自己看看，10个感叹号，你想吓死谁啊？那不是麦克跟戚明峰都来了，我得叫你来救我嘛。救你，大姐，你摸摸我这小心脏，现在还砰砰砰的跳呢。你这是主动引诱我犯罪吗？口饭来了！哎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别碰我啊，我又不是麦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嘛要总提麦克呀？哎，我问你啊，麦克和戚明峰成天这么折腾，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呀？这戚明峰成天往这儿跑，别说你了，我都有点心动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想让你看看。可风，你不觉得你变了吗？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那你不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像我自己了吗？像你？那请问你以前的你怎么不是这样啊？那是因为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觉得现在才是真正的我。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天天就在家给你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家务。我觉得我生活可以多姿多彩啊！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啊！好，所以你就教我如何在家吃软饭，是吧？你要这么说，我觉得我们俩没什么好谈。可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男人、女人之间是有分工的。如果让女人出去赚钱养家糊口，那请问要我们男人做什么？老公，你怎么现在还有这么大男子主义的想法？我难道说的不对吗？我前段时间我看过一本写夫妻关系的书，他说有一对夫妻，20年生活在2栋不同的公寓里面，他们都拥有彼此的生活，他们反而不会吵架，也没有矛盾，我觉得很好，我特别羡慕他们。你觉得好？这他妈是过日子吗？这他妈是一个传奇。行，这个例子可能挺特殊的，但是我的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拥有彼此的生活啊。你可以有你的事业，我也行。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喝喝酒、聊聊天，我为什么不行呢？我真的不想像以前那样，就每天在家等着你。你只要晚回来1分钟，我整个人就抓狂，我就不停的给你发信息、打电话。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，我觉得我就像一只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，我怎么也飞不出去，就等着你过来给我开那个门。你不觉得我特别可怜吗？我现在想想，我都觉得那时候我好可怜啊！我不想过那样生活了，我觉得太让人窒息了。好吧，
这些话你以前从来没说过，不过你今天既然说出来了，那我愿意为了你去试一试，因为我爱你。但是我也有一个心愿跟请求，我希望你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这个家，因为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是我们两个人当初最大的一个心愿，对不对？试试。哎呀，没人惯着你啊，你是一只幸福的小鸟。好了，儿子啊，妈，怎么样啊？那工作什么都还挺顺利的。我这工作挺好的，领导都特别器重我，还要给我升职呢。啊，那你这个，那什么个人生活怎么样啊？妈，那个我这儿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先忙啊。什么？哎，妈，你说什么呢，妈？我怎么听不见啊？我问你啊，我说你个人生活是怎么样？你那信号不好吧？啊，妈，什么信号不好啊？刚才还挺清楚，我就听你就有点远，可是挺清楚的。喂，我一问你这个，你就信号不好，你我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？啊？喂，个死孩子，你这。哎呦，阿姨，哎呀，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抽我一把，给我扶起来。好嘞，来，慢点。嘿，怎么样，阿姨？哎呀，能动吗？没事，这寸劲儿崴了一下。哎呀，这样，阿姨，咱慢点，我扶您回去吧。你给我扶。哎，好嘞，来。哎呀，这心个痛你。哎呀，呼，哎呀，呼，哎呀，阿姨，您伤的严不严重啊？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。哎，不用，医院不去。这岁数大了，真是不饶人。你就这么一寸劲儿。你是上我们农场来学习来了？不是，我是这个健康顾问，专门培育有机蔬菜的。你是这儿的？啊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是新来的。后来，岁数不大啊，姑娘。来，我这来进我办公室。来，阿姨您进办公室坐。哎，阿姨您慢点。哎呦嗨，这样，阿姨，我把您腿放到桌子上。哎呦，这样舒服点没有？舒服多了。还疼不疼？其实倒没怎么疼。你要喝水你自己倒。哎，阿姨您别动，我渴了我自己来。你别说啊，让阿姨猜啊。